乡亲时代好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华视台语新闻杂志》。花莲的秀姑峦溪的峡谷激流是世界级的景观，每一年拢吸引着20多万的游客来这泛舟。但是最近这几冬来，秀姑峦溪的水质都红灯了。环保署监测来发现，2019年到2020年，这个秀姑峦溪分别是中度甲轻度的污染，大肠菌的数量嘛来偏悬，有不少泛舟业的救生员甲会游的市民拢来反映讲，落水起来了后，若无马上来冲洗，皮肤就会起痒，甚至流空喙阁会烂去。在地乡亲甲环保团体严重来怀疑，是烟花畜牧业头排废水，才会来污染着水质。华视新闻团队的追查，秀姑峦溪烟花确实是有真侪畜牧业的养殖场。问题是，这个养殖场排出来的废水，敢就是造成污染唯一的因素呢？到底这条美丽秀姑峦溪当面临什么款的危机？咱做伙来探讨。痛到肿起来，然后它还流汤，然后晚上睡觉，我们这里都要隔卫生纸，要不然脚掌连起来会打不开啊。畜牧业还是养殖业的，我是希望说都能够依照环保标章，秀姑峦溪的水永远清净。各位准备好了没？游客对救生员的指令，赶树林船落水，开始刺激惊险的泛舟过树林船。来，赶快拉上来 ，Hello！ 水真错流，有光泥啊，危险的所在真济，随时有冰船落水的可能。另外一种的刺激、甲体验以及沿路真水的景观，这是秀姑峦溪泛舟魅力的所在，为热日时增添未少的激情。依照统计，每一年平均有20万人报名秀姑峦溪泛舟活动。2020年因为疫情影响，7月份比往年同期增加5成倍国内游览的人潮。秀姑峦溪泛舟由水尾，也就是水水大桥到中丰桥的出海口，航程差不多5点钟到6点钟。游客一个讲到拢真欢喜，有真侪回应。要不长时间浸水，这的救生员却是真艰苦。很痒啊！很痒。所以上来说，马上用清水、干净的水冲。对啊，要保持干燥，你都不听，水那么脏。批发的酱伤痕累累，差不多大家拢同款。一个检查空锤情形，脚底空锤已经烂去啊。一个去找医生，确诊是细菌感染引起的皮肤病。痛到肿起来，然后它还流汤，然后晚上睡觉，我们这里都要隔卫生纸，要不然脚掌连起来会打不开啊。你还要再冲水啊。对啊，那这样子会变成鸭掌呢。若是救生员，秀姑峦溪烟花渔民嘛伫垃圾水中伫讨叹。花莲县丰滨静波村伫秀姑峦溪出海口51岁林娘伫当地经营民宿，有闲的时就雇一个竹牌仔落水去摸拉摸蛤蟆加减碳。因为最近明显感受到溪流的水质发生变化。最近我们常常在猛拉嘛，那皮肤上岸是有点会红肿，然后会痒。那你要赶快怎么办？就对，上去清洗，擦点药。水质可能有比以前差很多，就是有点怎么讲水浊啦，颜色暗沉这样。秀姑峦溪水系长有104公里，是台湾东部第一大河川。烟花经过水尾玉里等等乡镇，是形成华东中国冲积线的主要河流。要不即马，这条花莲的母亲河暗淡无光，增添哀愁。在地人想要找出原因，带一点绿色，我们就会注意了，我们就会跟上面报，这个水质有问题啊。那今天这个状况？这个状况很好，这个状况还好。
平常哦，这个水如果你闻起来有一种那个好像馊馊的味道哦，哈，那个就是有问题。秀姑兰溪泛舟农业工会理事长曲峰讲，10年前就发现溪流的水质和较早未比近。2020年已经在翕到水水大桥附近的溪沟排放污水无正常的现象。我在河沟里面哈，这小河沟里面，我看排出来的水是黑黑的，哦，而且味道很重。我们只可以用比较传统的方式，看看水质有没有变，颜色有没有变，旁边的鱼虾有没有死，哦，这是最重要的观察点。养鸭场跟屠宰场，哦，可能是因为没有做好这个水质的监控或者是污水处理哈，而造成的是极有可能啦哈。区方讲，这期讲救生员鱼面的皮肤病污染源来自畜牧业，为了深入了解秀姑兰溪水质的变化，采访团队对伊一路的对站。这一带都是养鸭哈，就是属于禽类的一个集中区啦。像这个水哈，你看你一下来哈，会有闻到一股臭味。溪沟的水唔但落，阁有臭味。路边见到真侪鱼啊，拢冰大啊，阁生好神。这是花莲玉里三面饲鸭场，离秀姑兰溪较无1公里。为空中的角度来看，一点一点白白，这就是肉鸭，看起来真壮观。总共有13个饲鸭场，7万只。饲鸭的方式拢是开放式的。菌，我们一般闽南语讲的有一个那个蛆啦，它会咬人家的那个脚中间那个缝啊，会咬成一块一块，好像冻这样，它那个会很痒。阮国区水尾水水，伫秀姑兰溪边的观光牧场，10公顷土地饲300多只鲮鱼。虽然有去废水处理设施甲冻土墙，但我看到墙外水沟的污水，区方讲共款真烦恼。像这个哈，它废弃物堆在这边嘛，它废弃物堆在这边，难免会有一些不好的东西跑出来啦。像这边都是黑的哈，大雨的话还是会跑出来啦。来看秀姑兰溪污染的真实状况，环保署的监测资料显示，2019年8月到12月，河川污染的指数是3.3，属于中度污染。但过2020年1月份到7月份，污染指数大部分是伫3.0以下，是轻度的污染。但过大肠杆菌有偏悬的情形。每个月的监测值里面可以显示到，就是如果几乎都是在轻度或稍受污染，那有几个月份是比较有属于中度污染的部分。环保署在秀姑兰溪设置了3个监测站，分别在玉里大桥、瑞穗大桥和太平溪桥。但当地居民认为这样的监测方式没有办法如实反映污染的状况。摆的监测点对不对？好，如果我摆在上游，那没有污染源啊。你怎么监测得到？我既然有一点违法，我不可能到大白天来排放啊！我会利用台风、豪大雨，或者是晚上我才来排放这些东西嘛，哈。但是经过这个河冲，早上已经到海口了。透过这一次畜牧业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也了解到说，确实花莲可能在过去的产业的发展里头，没有一个具体的想象这样子。那大家可能过度于沉迷在观光的这个想象里头。环保团体甲在地人指控秀姑兰溪被污染，原向是畜牧业，原是一个去到烟花被点名2间业者，并且说明来意，因提出废水检验证明自称。所有都是依照环保局的标准下去做。那我们公司自己也不定期每一季都要做检测，然后跟环保局申报。那所以我们这边开发区这边的农民一般对环境啊、居民有反应啊，他们也都会马上下去处理。我们也都会要求他们依照环保局的相关规定。我会比较认为就是说，如果我们真的确实有不符合法规标准的事实的话，就是我们就列为环保局会来纠正嘛，他会去处理嘛。那我觉得我不认为说这都怪罪于我们是合理的啦。畜牧业发冤枉，因为秀姑兰溪确实被污染，污染源到底对倒位来的？大肠杆菌是安怎会偏悬？中华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苏明谦多年来伫花莲监测环境的水质，伊有关解答疑问。生活污水，然后再来就是畜牧业，
还有再来就是有微量的一些食品加工啊这一些，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农业废水，因为其实我们在耕种的时候，我们会添加的很多营养盐啊、肥料。讲污染这件事情，真的就是没有办法就是一刀两断的说是或不是，谁是凶手。苏明倩认为，花莲的中部、南部乡镇无设污水下水道生活废水，直接排入秀姑峦溪，以及连续2档无风台降低河川净化能力，这拢是原因之一。若想要恢复花莲母亲河永贵风华，伊提出解决的办法。生活污水要赶快落实，可以做到就是生活污水的处理，而且还要再加上回收再利用。只要你有做这个畜牧业还是养殖业的，我是希望说你都能够依照环保标章做到这个环保的标准，像污水处理池啦，让这个秀姑峦溪的水永远清净。希望朝向智慧科技的监控方式来。在前头去先掌握，如果污染源的热区在哪里，我们可以迅速的去针对这个污染源做一个稽查管制。为充满活力到渐渐衰败，秀姑峦溪生命力正在流失。想要找回伊失去的勇敢，必须要众志成城，即时改正错误，照到好这条东部第一大河流持续奔流，伊未来承载着深切的期待，嘛稳装着环境危机。